點啊？齋，有冇興趣同我作個古仔？陣間落嚟嘅 part time 將為呢4分鐘以嚟最屎嘅片段。我好似揾到個宿舍，我而家過去睇下。歡迎收睇 Part Time News， 我係胡偉生。今日主要新聞有：高數考場考生挾持試卷事件，考生仍在同老師對峙中。心姐把聲冇咁好聽嘅 Auto-Tune cut咗佢。時間已經過去咗半個鐘，距離考試結束。有咩要 cut 個節目？唔 cut 得。呢一份阿生俾我嘅 run down， 如果係真嘅話，將會係呢幾分鐘裏邊最屎嘅片段。如果 cut 咗佢，我同你都唔知用咩藉口同粉絲交代啊！翻嚟新聞時間，連線嘅另一邊有你嘅現場記者渣渣爺。渣爺，呢邊情況係點啊？唔該，衛生。咁我而家咧就身處喺考生嘅宿舍當中，我哋現場可以睇到啦，考生嘅宿舍係非常之凌亂，複雜嘅痕跡亦都係非常之明顯㗎。咁我手上有一份考生近3日嘅考試安排，我哋一齊睇下有幾科。係3日考9科㗎，咁相對於師兄建議嘅安全級別咧，係整整高出咗3倍。唔該，渣爺。咁我哋現場連線嚴筆師兄肥春，聽下佢係點樣分析㗎。肥春師兄，高頻嘅考試係唔會令考生產生焦慮嘅，不過高頻嘅考試會令冇複雜嘅學生產生頭痛、耳鳴、嘔心，呢啲症狀可能持續到考試嘅結束。你咩題啊？我唔識寫。先行馬就點？放低支筆。你係邊個嚟㗎？你冇過嚟啊！我督穿佢㗎！我督穿佢㗎！咁根據我哋嘅觀察啦，高數考試嘅開始時間係喺10分鐘之前㗎，咁同考生嘅病發時間咧係吻合嘅喎。我叫你放低支筆，快啲！我督穿佢啊！冷靜啲，放低支筆。為咗證實考試同病發相關啦，我哋請嚟咗廣播站嘅同學提前播放考試結束嘅鈴聲，睇下對考生有冇幫助㗎。考試結束，請考生停止答題。頭先畫面見到啦，試卷已經成功獲救，考生被幾名老師制服，可以見到啦，佢嘅情緒已經明顯冷靜咗落嚟。至於嗰張試卷明顯巢咗，相信係剛才被考生揸得太大力所造成嘅。歷時超過7分鐘嘅高數考場挾持試卷事件，最終順利解決。而今次嘅事件帶出值得關注同埋深思嘅幾個議題，當中包括考生在期末考期間嘅精神狀態是否被重視，高頻嘅考試安排是否合理等。但係呢一切仲同考生冇好好複習有關。希望各位考生喺平時可以認真聽課，亦都希望學校方面可以出台更加合理嘅考試安排。今晚嘅 Part Time News 告一段落，我係你哋嘅主播胡偉生，我哋聽晚再見。